哇！香港啲天氣真係咧又曬又熱啊！唉，哇！你睇下嗰度有個涼亭啊！你清朝翻嚟㗎，而家邊有人種涼亭㗎？梗係翻屋企開冷氣啦！你咁唔環保㗎，我要代替環保懲罰你，環保站。係。Nani 達時機？俾開冷氣，我更加中意涼亭。水毛巾。呢個唔係普通涼亭嚟啫咩？梗係唔係啦，我等我嚟介紹下俾你聽啦。我哋嘅水務涼亭外形上採用咗可以通風而有效遮光嘅設計，目標係可以令市民喺感覺到天氣炎熱嘅時候停留。設計透過水霧蒸發吸收熱能，令涼亭周圍降溫。水霧喺空氣中蒸發，令人處於一個涼爽嘅狀態。涼亭頂安裝咗一塊太陽能儲電板，唔需要任何外接電箱。涼亭頂有一個收集雨水嘅洞口。雨水入涼亭入邊嘅水箱，加上涼亭頂部嘅霧化器進行霧化。涼亭嘅支撐柱就較少，可以令設計更加通風，兼且唔影響經過路人觀察周圍嘅風景。咁我哋就嚟一齊了解下呢個原理啦。太陽能板中嘅光電半導體可以接受陽光照射，將光能轉化成電能，儲存喺電池入邊。然之後，電能會輸往霧化器，將雨水霧化成小水滴嚟降溫。哇！我咪熱到不省人事啊！呢個邊度嚟㗎？唉，冇所謂啦。不過呢個涼亭又好似幾創新喎。真係完全冇諗到啊！唉，其實唔淨止係咁㗎，呢個涼亭仲為環保帶咗好多好處。等我哋嚟唱俾你聽下啦。誰無間 I love you， 清爽與環保輕鬆，天氣上繼續曬，慳電從來不簡單。今天我除舊佈新，繼續去創新，讓往日誰人聽到？食冷氣 I love you， 不要再迷不知返，使淡霧滿日歇息處。即使要蒙着我嘴，我亦可高呼。舊涼亭睇唔過眼，一齊利用水霧間，消暑功能好驚歎，環保水電都可慳。